Eric 今日咧就準備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會用呢個櫃同你一次講清楚咧 Patek Philippe 點解會咁值錢、咁貴同埋咁多人炒。上集講到咧 Eric 係全香港最蠢嘅 sales， 多謝支持我嘅朋友。呢排咧真係多咗好多人上嚟睇錶，咁啊亦都賣咗唔少錶啊！唔知點解咧 Eric 喺街咧坐車，好多遊客咧都會問我路啦，做問卷啊、派傳單啊、籌款、捐款咧。借錢搭車啊，借錢冇錢開飯啊，甚至連打隻字點打咧都試過問我嘅，我都唔知點解，原因係咩啊？大家覺得咧，其實咧原因就唔重要啦，重要嘅係咧信任係會令到人將呢個選擇交俾你，而巴特菲利就係用呢件事啊，做咗接近200年嘅歷史啊，成為今日嘅錶。你會慢慢發現，無論係做人啦定係做錶咧，真正值錢嘅嘢，從來都唔係淨係靠炒作。Patek Philippe呢個名咧，其實唔係一個人啦，係2個人嘅姓啊。Patek 咧係一個波蘭貴族嘅軍官，佢重視身份啦、品味啦，同埋留俾下一代嘅傳承。而菲臘咧係一個法國嘅天才製錶師，佢發明咗唔用傳統錶飾嘅懷錶，一個有眼光嘅投資人咧，加上一個真正識做錶嘅天才，先會誕生到 Patek Philippe。Patek 咧就係負責人嘅角色啦，菲臘咧係一個天才嘅製錶師，佢就當其時咧發明咗一個叫做冇鎖匙嘅上鏈系統啦。其實以前啲錶咧係需要插條鎖匙喺個錶嘅背脊嗰度啦，然後去扭佢先可以上到鏈嘅。咁當其時菲臘咧就發明咗呢個錶冠，就插入去個手錶嗰度，俾我哋可以去校時間同埋校可以上鏈嘅當隻錶。佢呢個技術咧都係沿用至今。我哋而家用緊嘅手錶咧，呢個系統所有見到嘅機械錶咧，自動上鏈嘅機械錶扭呢個錶冠，都係菲臘發明。咁亦都係正式成為錶王嘅其中一個原因嘅部分。因為呢個櫃入邊咧係有30隻 PP 啦，咁最平咧係20幾萬，最貴係過百萬啦。咁 PP 咧總共有9個系列嘅手錶同埋1個懷錶啦嘅系列。咁呢度咧都係非常之齊下噶啦啲款式。咁啊，除咗一啲特別款同埋啲收藏家嘅款式，我哋呢度冇之外咧，都應有盡有。咁論佢生產極致工藝，傳承信任價值。20多萬呢啲嘅入門款啦 ，Calatrava 嘅款式啦 ，24啦，仲有 Cubitus 啦，仲有 Well Time 呢啲世界時間咧，咁超過100萬啦，亦都有呢啲 Complication 嘅款式啦，然後女裝嘅 Complication 呢隻 Condolo 啦，亦都有方形嘅錶，總共有28隻嘅。吉利嘅 DNA 咧，從來都唔止係技術啦，而係技術、審美同埋身份嘅象徵。睇完呢集之後，就會知道點解咧 PP 會炒得咁貴。佢由第一日開始咧，都唔係為市場整錶嘅。佢咧1839年創立啦，咁年份其實係唔重要啊，重要嘅係180幾年嚟咧，佢做嘅嘢幾乎都冇變過，係好少量嘅生產啦，大量嘅手工製作，亦都從來唔追隨潮流，程度好高咧。你睇到 PP 嘅手錶，你望到嘅嘢佢會做得好好，係你望唔到嘅話咧，佢亦都做得好好。咁你睇唔到嘅地方，佢亦都用一個好高嘅標準去完成。咁就係 PP 嘅自己嘅標準嘅厲害之處。佢嘅打磨啦、切割啦，甚至係一粒螺絲咧，佢都會做得好好。所以 PP 嘅價錢咧，唔係一個結果，而係佢選擇嘅代價。選擇呢個小產量，個價錢咧亦都唔會平啦，因為佢好多人咧就去想追隨佢咧，亦都選擇咗高完成度，所以佢就整得唔會快啦。佢係所有嘢都做得咁好嘅時候，佢就話俾你聽，我一定需要時間先會整得靚。佢亦都選擇咗長期信任，佢亦都唔會賣得好急。你知道你有錢咧，其實都未必買到 PP 啊。我聽嗰啲老行專就講啦 ，PP 係直頭需要你有卡片，咁你先可以買得到。你要有你身份嘅象徵，咁你普通人咧係買唔到嘅。如果你個卡片唔夠靚，直頭係排唔到隊。點解咧 PP 咁貴咧？第一個原因咧就係真係少，一年嘅產量咧就得幾萬隻啦。啲熱門款咧就永遠咧就供不應求，而唔係你有錢就買得到啦。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完成度成為咗行業嘅標準啦。好多個品牌咧其實都係追住 PP 嘅標準去做啊。咁 PP 個背脊咧後面就有一個 PP logo 啊。咁佢亦都取消咗個日內瓦嘅標準嘅 logo， 認為自己做得比日內瓦嘅標準更加好，所以就直頭整咗個 PP mark， 就喺佢個自己嘅機芯嘅後面。咁第三個原因咧，係因為佢有2級嘅市場咧，晾住個價。有啲錶咧係買嚟戴嘅，咁而 PP 咧佢哋係用嚟留嘅。至於 PP 點解會炒咧？炒唔係因為佢真係想炒，而因為想要嘅人咧永遠多過錶。最出名嘅系列啦 Nautilus 同 Aquanaut 咧只係一個現象嚟嘅。
咁真正嘅原因咧，係呢個品牌嘅信任咧已經累積咗。有啲錶咧大一世，而 PP 咧係用嚟留俾下一代。You never actually own a Patek Philippe. You merely look after i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. 呢句咧係廣告嘅口號，係 PP 咧用咗接近200年嘅歷史親手證明出嚟嘅事實。咁 Eric 咧就成日笑自己咧，我係全香港最蠢嘅 sales，因為我唔急住你買，反而咧我係想你明白自己戴緊啲乜嘢。咁無論做人定係做錶咧，最值錢嘅從來都唔係炒，而係有冇人願意將選擇交俾你。如果你咧中意呢啲用真錶慢慢講，唔急住買嘅內容咧，你可以留低，會繼續嚟逐隻錶慢慢去拆解。咁以下咧精選咗5隻手錶會同大家講。如果你有預算想入坑 Patek Philippe， 甚至係想由入門一路玩到去畢業，到底咧應該點樣揀呢？今日我特登喺一櫃 PP 入邊咧就精選咗5隻。佢哋唔係最貴，但每一隻咧都代表住 PP 嘅一個重要面向。由最新嘅話題王 Cubitus， 到最經典最百搭嘅手雷，再去到收藏級藝術品級嘅珐琅面世界時間。今日唔同大家講複雜嘅參數，今日只係講佢哋真正獨喺邊度。首先一定係要講全場最焦點嘅 Cubitus， 呢個系列咧係 TED 25年嚟咧第一個全新嘅系列啦。一出現就已經係話題到爆標啊！我手上呢隻咧係一隻半金嘅版本，佢係一隻玫瑰金鋼啦。咁佢呢個咧係一個蝴蝶扣啦，加埋呢個深藍色嘅錶面啦。咁啊，佢有啲橫紋喺上面啦，實物咧好有質感。佢個形狀咧唔係圓，亦都唔係方。咁 PP 叫佢做 square shape。咁上手嘅感覺咧係比呢個 Nautilus 咧更加大氣，更加 sporty。帶佢出街咧識貨嘅人咧一眼就知道你戴緊最新最熱嘅 PP。Cubitus 係 PP 對未來嘅一次表態。第二隻啦，Aquanaut。講完新世代咧，要攞翻隻老前輩出嚟對比翻啦。咁啊，呢隻5167A 手雷，佢之所以咧咁受歡迎，因為佢喺 PP 入邊咧最完美嘅 daily watch， 非常之薄啊，做得。佢係一隻全自動嘅機械錶，你睇到佢透底嘅機芯啦，佢個灰色嘅面盤咧，加上一條橡膠嘅錶帶咧，呢種低調奢華咧係其他錶好難做得到啊！佢咧夠薄，夠輕，夠舒服。5167咧就係永遠唔會輸嘅經典，仲一隻你日日會戴嘅 PP， 亦都唔會後悔。咁第三隻呢隻咧，我係6119G， 你睇到佢咧係有啲巴黎釘紋喺度嘅。如果你覺得運動錶太 casual 咧，想揾翻 Patek 最純正嘅靈魂啦，咁一定要睇呢一隻6119G， 做得係非常之薄嘅。佢係最正統嘅 Calatrava， 咁大家一定要睇下佢個錶圈，叫做巴黎釘紋啦，係 PP 最色力場最經典嘅設計之一。佢一格格嘅切面咧，係反光係非常之靚，低調得嚟，但係一睇咧就只係啲高級嘅嘢。咁佢呢一代嘅尺寸咧就調整得好好嘅，咁咧就再配埋呢個小秒針咧，簡單咧斯文啦，係個氣場咧都係好強勁。個西裝戴住佢咧，成個人咧就即刻唔同晒嘅感覺。咁6119G 咧係 PP 嘅靈魂所在。再嚟講下第四隻啦，呢隻係世界時間啦。咁佢咧係叫做5230G啊。你睇到個錶面上面咧，如果細心留意咧，zoom 近啲俾大家睇下。呢個錶殼上面咧，由喺10年前度咧已經 check 過晒佢啲英文啦，好特別嘅就係香港啦 Hong Kong。咁而家咧新一代嘅 PP 咧已經揾唔到啦，嗱佢而家再新嘅版本咧已經係轉咗做 Beijing 嘅啦。咁而家就再揾唔到呢隻咁獨一無二嘅啦嘅全新嘅世界時間錶。咁啊講到功能錶咧，咁啊 PP 最出名嘅世界時間其中之一啦。咁呢隻5230G 咧係好適合商務人士嘅選擇。你睇佢錶面嘅中心咧，佢用咗呢個深灰色嘅色調啦，好有層次感，但係完全咧就唔浮誇。咁佢撳一下咧，10點鐘呢個位就可以轉時區嘅，撳俾大家睇下。咁啊實用得嚟咧，又帶住一種機械嘅浪漫。撳咧，你聽下有啲嗒聲。如果你中意呢啲低調嘅複雜錶啦，咁呢一隻咧就真係好難避得開，一隻為世界而生但係唔需要張揚嘅手錶。呢一隻係 PP 嘅5230G， 5隻啦，呢隻係 The Masterpiece 啊，佢係5131R6啊，最後壓軸呢隻咧就係收藏家級數。佢嘅地圖可以睇一睇下，俾大家近啲俾大家睇下。咁佢嗰個珐琅咧係同樣咧都係世界時間咧，但係呢個層次完全都唔同。你睇佢個錶面嗰啲叉絲珐琅係幾靚。咁個畫師咧就係要先用啲金絲咧圍住個邊邊，然後再逐層燒製呢啲珐琅漆嘅材料去燒製。每一個地圖咧都係獨一無二。戴住呢隻錶咧，唔單止係戴住時間，係戴住一幅藝術品喺手腕。呢種咧真係可以傳3代嘅手錶。咁5131R6咧係時間以外嘅價值啊！呢5隻錶咧正正解釋咗
Patek Philippe 點解叫做錶王？如果俾你揀一隻大酒，你會揀話題度爆燈嘅 Cubitus 咧，定係靚到癲嘅法郎面世界時間？咁留言話我知，我想睇你哋會點揀。而家人生呢個階段咧，最想了解邊一隻 Patek Philippe？留言話我知，我下一集就同你談。錶嘅人咧，唔一定係揀最貴咯，但一定會揀最啱自己嘅嗰隻。咁啊 Eric 為咗拍呢條影片咧，都花咗好多時間，因為咧講 BP 個壓力真係幾大。咁啊 Eric 咧只有10年嘅經驗啦，咁啊同坊間好多老行尊啊啲高手係冇得相提並論。咁當然希望講完呢集之後，同大家分享完之後，Eric 都學到嘢啦。多謝大家。咁如果中意我 channel 嘅朋友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啦。銅鑼灣羅素街38號金場中心1期35樓全層嘅。咁到時撳個鐘仔，我哋就會開門俾你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